主后2022年11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完全委身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16篇第1节到19节。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。伊压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救伊。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。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求上主的名，讲：上主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上主有恩惠，有公义，阮的上帝有慈悲。上主保护单纯的人，我凄惨落魄的时，伊有救我。我的心神啊，着恢复安宁，因为上主一直有在恩待你。因为你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互我的目睭无搁流目屎，救我的骹无搁绊倒。我要伫上主的面前继续伫活人的地生活。我虽然讲我受极大的困苦，我犹原信靠上主。我捌着急讲，人拢虚假，袂可得。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报答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上主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对上主谢我的愿。上主看伊圣的子民的死，极其毋甘。上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奴仆，是你的奴仆，你女婢的囝，你已经透开捆绑我的锁。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叫上主的名。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伫上主殿的院内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主谢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以上完全委身。伫牧会中，常常拄着一寡已经踏入教会真久，每主日固定来礼拜，甚至帮忙教会事工的未受洗的兄姐。若问因伫时要受洗，因往往毋讲清楚，甚至会用真侪理由提示。毋过，一旦因决定受洗，无论是听讲道、读圣经，还是参与服侍，因总是比别人搁较投入。若探究原因，会发现，即款的人其实是真严肃地看待信仰。一旦信主了后，因就会要求家己全然投入，毋是简单咧做表面功夫。诗篇116篇一开始，诗人就告别我听上主。伊对上主的听，毋但是情感若定，搁较是规个生命的委身，也用规个生命做见证。诗人对上帝的听，是定根伫个人生命真实的体验。当死亡、痛苦、患难、压迫临到的时，诗人求上帝拯救伊，而且伊的确经历到人慈至善、满有怜悯的上帝拯救伊。伫即个过程中，诗人经历过失志、惊吓，毋过伊犹原保持信心，选择信靠上帝。当诗人投入信仰了后，伊体会到上帝的恩典、怜悯甲慈爱。读神学院了后，神学教授伫课堂提醒阮制定未来要牧会的神学生，神学是投入性的信仰反省。意思是，神学毋是一种甲生活无关系的思想，是透过
信仰的生事，渐渐对上帝有所了解。诗人的经验拄好是安尼，当伊告别我疼上主了后，就算面对各种困难甲挑战，经历真济恐惧和焦虑，最后却互伊搁较认捌上帝，也搁较倚靠上帝。最后的结局就是伊搁较委身伫上帝，伊仰望向上帝献上感恩，搁伫上帝子民的聚会中行愿。诗人伫投入信仰了后，透过生命的委身，渐渐认捌上帝，搁透过向上帝感恩，安享伫伊的怀抱中。信仰就是安尼，一旦咱选择跟对上帝，就必须甲规个性命委身互上帝，互上帝引带咱伫一生中一步一步经历上帝带领，咱也会渐渐认捌上帝，然后搁较侪委身伫伊。身为基督徒，无应该只是到教会参与主日礼拜尔定。假使毋是发自内心的敬拜，迄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尔定。伫信仰上，咱必须投入委身，伫逐种经历中认捌上帝。检采每一个人的经历拢无共，对上帝认捌也无完全相像。毋过，这搁较证明上帝是人袂当测度的上帝，也因为安尼，咱只会当全然投入委身，互家己哪来哪认捌上帝。默想，对伫信仰，我有真正委身全然投入无？我有因为安尼经历到上帝同在，并且搁较认捌伊无？对伫信仰，我有真正委身全然投入无？我有因为安尼经历到上帝同在，并且搁较认捌伊无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我愿意伫信仰生活中投入敬拜和逐样的服侍，愿你帮助我伫这中间不断经历你的恩典、怜悯甲慈爱，也搁较认捌你，搁较倚靠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